嗨嗨，各位聽眾，各在歡迎路人到對來收聽《邊緣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網絡咪講嘅話題咧是電飯話，特別較特別淡薄。呢這個禮拜我無參大家講，這個禮拜咧，往是講要講真久嘅這個電飯話嘅話題。特別我點個吹無點聲話，我要加啲 Clubhouse 嘅人就係講，你話請 Clubhouse 嘅男婿啦，校長伊人甲我做主持，講這個話題，我是無參伊人就係講特別。我參路人做只會聽伊人講緊怎？這禮拜咧，讓聽看南西解釋吼，這個抓配落安怎一點點係小英係做一個電飯話，但是講落尾家己舉這特別邊緣學見嘅電飯話，小英嘅攏會使過去邊緣學見.com 嘅位，但係咧 Clubhouse 嘅 link 到底倒邊頂面倒邊位，你就會去到一個專門是學 Clubhouse 嘅物件，攏會使去。做 member 啦 ，Clubhouse 嘅 member，佢使去 download 佢哋電飯話小英，讓大家接到聽Clubhouse 嘅朋友家己錄嘅節目，邊個學見嘅節目？因為未攏看啊，南西啊，我這裡報警啥物事誒？這裡我無 really 知。我是有一節，咁啊我嘅小英哦，因為我 Zoom 嘅小英，我驚嘅小英，個咧我 Zoom 嘅小英是一個電報鏡。啊，然後唔知影特人。阿總同你講咧，電報鏡真趣味，然後伊去做一個本嚟學見電報鏡出來。OK，所以就變咗學見嘅一個。對，寫一個 in 嘅啦，佢個係icon 嘅 in 啦 ，icon 佢，就變咗。我就是唔รู้จัก係咪數紅嘅報鏡？有人問我本來就係係咪數紅嘅報鏡？你本就俾看到本未歹啊，我去白你房喎。你寫是攞三間入去嗬。佢知，我未歹喎，人講誒，做咩正經人有，即係內人做是電報鏡啊？你講，你使吉本嚟學見 promote 本咯，未歹咯。對咯，就咯，一個 symbol 啦，一個 symbol 人看咗就是 identify 個學見 podcast 啊，你講啦，學見 family 啦 ，OK，understand 啦。有人講誒，這裡是上一個 podcast 嚟啦，嗰時人做你講你啊，冇咩 family 啦。我想講係咪數人 promote 喺你啲報鏡硬嘅報鏡啊？我諗不有想過講做一個真嘅報鏡來賣嗰啲，叫人去做來賣，家己念嘅。Hello，好啊，嚇 ，OEM 嘅 OEM 嘅嘢啊，OEM 第一四嘅 size 咯，嚇。係你殺牛 B 啊，你攞牛 B 啊你啊？我有看，我係隻牛半嚟。啷把 John 安尼講，啷看伊巴魯腦真正水哈，伊成 slim down 起來，你看面無相嘢哈，伊骨仔誒。你講特調就應聲。無巴魯 current 本當今成講，伊做你看到 YouTube 時，你看伊邊個啦，無相嘅，伊骨仔，我看伊骨仔 photo，伊成面較斜白，伊那 slim 嘅面成個較水氣，較尖，日本較水氣。啥 smooth 嘅 ，radiance 水氣，所以我講我經常接到所以我講我叫阿 friend help 我做我冇咪曉嘛，樣 send 咗你只接電話，要計水呢，做樣做 purple hair 嘅水呢，我講別叫我經一電話 head to night head 一電話，你話老個我係咪有20電話有啊？冇上 head start 嘅咧，有一半奶碌一半有啊，計水我 friend 有做嘛，講你做我水水啊，講你忙做個變啦，成日幫單人我買你看你又講你做水水阿當。可能話 star 嚟解呀，係啊，你話 OK 咯，所以你一部相機，一 face 加尖嘅啦，加冇得背嘅，look very good 啦 ，very good for this present time 上水啊 ，at the best 啊，我看咧。對，有人是一個 time 而家就好快。有人 when come 就一個 time 有人老了就好看咧，有人少年就冇你好看。到一個會聲嘅時候就好看，有啲明星咯，可能講樣做老做好看哦。對，所以阿 John now，所以伊 skin 冇咁水氣，計 smooth 呀，計 radiance 啊水呀，又唔係講 skin care 係 exercise，所以食物件你等陣我看到一個新人哦，冰啊，冰一係咯，伊愛起來特別嘅喎，係咯，我真係我叫伊起來，叫伊未起來，那奇怪。唔要見到啊 ，off 掉，個再開到對。OK，邊樣都會使開起手。OK 啦，我人 start 講這個電報鏡 ，because of recording，所以我特別無法。有講OK，下面是冇電報鏡嘅。
哇，錄啊，OK 錄大啊，仲未錄，仲未錄部電報鏡。應該所以我係用吹嘅，我係背。所以錄垃圾電報鏡是較點地啦，咁冇。下掉，應該我係記真當見只悠閒嘅位。你個只安裝都最主要咪我吹幾碗啊？係因為我老人食呢嘛，所以我特登吹一缸咯，所以就是揾吹一碗咯，少吹一碗了咯，老人呢嘛。即啲吹背有吹背好嚟講，老實嚟是真嘅。嚇，吹背有吹背好。我嚟碗，也嚟吹啊，就是用我食了，就是洗一兩碗。對。你吹是唔是吹一點鐘本呢？冇啦，吹10個分鐘就好了咯，喂。嚇，咁快咩？第一間咪20分鐘就好了。我把爐是用 microwave 嚟吹。我爐 steady 嘅 microwave 嘛。嚇，你 microwave 放落去吹呢？嚇 ，steam microwave 直頭放喺你吹呢。我就本時就招用背位了啦，嚟係咪啊？嚟煮背位呢？因為麻煩咯，多多咧嗬，個煮招，是唔是？有啦，你 imagine 我煮老人只會背，講嘅背，我愛洗安尼大粒位喎。所以咱就別個podcast 啊，咱嘅 podcast 係你攞後邊嘅一個電幕鏡啊。你是邊啲學見做一粒細粒會使煮？攞後邊啊，好，我咪會使後邊攞後邊嚟第細嚟係你 size。第細嚟。馬上個阿龍用嘅咯。你有做背嘅嗬？馬上個哇，小英嘅咯。佢小英成裝。會使限制啊？喂，試格格話呢水嘅。我去日本買啲嚟。伊是安裝你插電嘅。插嘅，伊是電報鏡嚟嘅。啊，即係伊嘅 shape 是長形嘅啦，咁冇。伊是長形嘅，係啦，你煮啦佢後你開掛啦，你使限3倍，使限隻咧。伊是唔是有幾哪盞啊？可能？冇一盞嘢，一盞嘢，伊就是電櫃位嚟，伊就是電報鏡嚟嘅。伊之類，我同你講，我做完嘅，我同你講，我做嘅幾好之係嘢，就我去買 KFC。然後買 KFC 過後，你可我有當時我真係未了嘛，我一個人是叫3倍，我真係未了嚟死啦，所以我咪日攰地幾把對處咯。係啦，阿妹咧我用挑貼你幾把啦過後，我係邊，係啦咧我記嗰啲貼咧，我直頭綁啲你背裏邊咗，一直到做嘅背嚟之後就話，好料啊！嚇！我實不學過，可能 Facebook 不學過人煮過，可能本來個真係是。你俾我啲 Facebook 會做嘅 live 本。我啲 Facebook 有時你做嘅 live 我做唔有人看啦咋？係啦，我俾嗰啲 message 話你看啦，我 Facebook live 講話，呢本就好聊咋，用電報鏡煮背煮成功半好講咋，就試本咯。用電報鏡煮背煮成功啊，冇咩物件好講嘅，你就先係正常嘅事嚟咗。tapi iunya si Cacu Bilo sesele ni. Cinta sesele ni tu. Sangat lihat ingat tu. Isi sangat sesele bento ke box kan tu. 所以成日lunch box 嚟翻我。伊阿弟愛下水也是免下水嘅。阿邊阿弟？你即個伊是迄個黑色嘅迄個殼啊，伊是另外一個 container 來嘅，還是黏啲？唔是黏掉嘅。伊有個咩 B 啊沉水啦 ，of course 啊。你係 B 係 B。伊是一個 rice cooker 呀，伊是即成個 double van 嘅，但係伊 of course 伊黑色嘅是鐵啦，就是迄個電木鏡嘅鐵咯。哦。伊是 non-stick 嘅啦。然後non-stick 嘅對。所以你就會插電啲白。我跟你講，有陣時啊，伊煮了啊，我係水嘛，你有陣時伊煮了嗬，你淨係講電木鏡有陣時伊抓出來嘛，對唔對？伊煮個貴到是香嘅啫，即係你唔是相關嘅問題。伊反正你一抓淡薄出來嘅。所以特別單咯，係啦，佢開掛，係咯，就變到胖胖嘅，變傻啦。所以有分別哦。講一隻喺度。你是安怎寫啊？有分別哦。安怎寫？嚇？規粒意思咯。規粒意思咯。你規粒寫啦。規粒寫啦。迄個電表件你都知，because is 日本嘅 product，你就再講要食一味，嗰粒是人規，嗰粒是 waterproof 嘅啦。日本就這樣物件，佢真係。因為我食嘅是未壓起來嘅啦。未壓起來，有未壓起來。出邊啊！我講你有時你攰你記啦，去 office 位啦，你係啲 office 裏面做半隻，我講。對。10個鐘啊，10個鐘都做半隻咧。伊是學字人。要學字你人隻。我看到本特別無味。我睇到你，冇啦吧？我買就係攰你嚇。
冇辦嘢，我嗰時攰累一下。我係去 check 下浪。係你 check 你幾錢？我上未起幾錢啊？我俾30幾啊咯，我上未起幾錢啊？攰累一下，我 check 下。你俾咗3年啊30幾咯，一個 COVID 正俾，冇 COVID 就曬是俾，所以是自控啲係。COVID start 你咁就俾，而且喂，結果我做背嘅時候，我嗰啲 live 裏邊我可能講，我對住社區，我結果佢就顧壞咗。對，我講我會對住做嘅社區。我會知嘛，我 Facebook live 嘅頭一個 unboxing 都是這個物件嚟。攰累呢？有一隻好用嘅個，真係 simple 物件呢 ，just 喺度做背呢。你當然好咯，但係佢做天食嗰度30幾，8倍可能咯，ringgit 8倍可能。幾是 ringgit 幾類？哦 USD 幾類？USD 30安尼款。哦 OK 啊 OK， 出幣嘛？對啊。冇啦。話俾。對，你使俾啊？但係你係你阿冇就盤嘢咋？哦。要就盤嘢啦。我羅人嚟嘛，你就往羅人往煮半講嘅邊嘢就。嚇，有時講你唔是 rice killer 嘅話，你可你煮係喺一個啊，你一人半隻半隻夠隻咧。特別一個我是真係個400夠隻背嘅人嘅，所以我係煮得濟。所以你這裡是會煮幾熬半熬還是1熬？因 maximum 是煮。要一個後頸啊，要好多是後頸嘅啫。你後頸你係煮腐嘅，你係煮幾熬嘅。所以你係煮係天是羅人食會使，你可摸咯，你煮係摸咪羅人食咯。特別你煮係摸嘅話，你就比較細緻咯，伊水就會轉出來咯。伊噴出來，伊會噴出來掉。OK。你我都未啊，應該往羅人食，normal 嘅 portion 嚟背嘅。normal 就人都自家濟啊，就。係咯，就是我想要每一人 standard 嚟煮半熬啊，半熬嘅米啊。半講係，半講嘅米啊。所以往羅人是食講。食講啊，哇哦！邊 standard 啦，羅人一講是。讓你先去看。特別落尾時，落尾寫字啊，落問廁所走去日本買對嚟，你日本買對嚟話，你有可能是差啲嘅咯。對，一特別有得。我買就唔是日本嘅，我是 direct 買，特別伊是解貴咧，伊學 Korea 嘛佢用嘅。要攞賺嘅，一個身係一個身係3倍到面頂，所以白做。所以你使日期做工資嘅啦。啊，一個成個一個 back 你看到包溫啊，你看你哦。冇啦，迄個冇阿玲啊，迄個是先你啦，伊學是 advanced level 啦。先你啊，我買就唔係一百路出嘅，就唔係8路出嘅啫，所以係跟住紫色，跟住紫色一個 size 嘅。這麼3000呢喎，3400呢。你當然嘅，你而家有主顏色，有藍色嘅，我係點解跟住紫色嘅？阿玲 share 咧，馬來西亞談俾，因為些個了是用伊是 Steam 嘅 concept 嚟嘅，馬來西亞真濟安尼款嘅，特別上個阿龍講嘅嗬，是一頭佢哋 attach 嘅嗬，冇安尼款嘅咯，冇安尼款上個阿龍 share 嘅。即係你冇上，即係你阿玲嘅是冇上，冇上啊。你會做半嘢啦，你會做半啦，啊對。嚇，伊是 Steam 嘅，而且阿玲 share 係你是 Steam 嚟馬來西亞本會一間用 USB 哦。插起啊你！USB 高電咩？USB 高電，當然就USB 就高電咯。當然 USB 是真響啊！我講黃少少，我真係響嘅啊。呀，係龍做嘅世界嗰度是 USB 啊。係咪講？係龍嘅是上啊 hot plate 人哋看人哋啦。對。hot plate，啱啱講 hot plate。上 hot plate 啊，你係煮 on top 喎，係你唔見滿咧對哦，唔是咁樣嘅。你係講阿龍，你係講阿玲。阿龍 ，why？啊，做咧？你按電啊嗬，你係要，咁你實正面到對面。別，你就別咁怪，咁怪嘅按嘅啦。對，你就別咁怪，阿冇別按嘅。哦，要 safety 嘅啦。要安全嘅，你就別咁怪。咁你最配抓出來是你開掛，伊嘛停去哦。係咪啊？搬出來點先啊？係咯，講開掛嘛，伊嘛停去。因為都係派去咯。除咗上一時阿龍嘅學就講個藍色個冰色嘅事。即係馬lun啊，古仔會，古仔自己。啊，所以應該上個路嘅嗱，講金你拎我係啲嘢啊，個冰啲嘢，應該是上個路嘅咯。啊，蛋糕是我住蛋糕咯，就蛋糕。對。這個是上個阿龍嘅。即係唔是上個阿龍嘅，即係就是400阿龍嘅面啦。即係對阿龍嘅。我講要食嘅水就，我就時候，嗱如果要藍色嘅，我就俾藍色。係就手佢就自嚟食嘢。藍色嘅可個稱100。咁貴嗬？藍色嘅水喎。藍色嘅貴。
白色是4800，冰嘅嗬是4833，你冇上計字。對，都是這類嚟。前隻旁邊開到人個一類我笑樣。Because Japanese 嗰時就一時就lonely 嘅國家嚟。入邊嗰時俾我一個人知啊，一個人做嘅。佢隻瘦肉嗬，冇一人嘅 cubicle 個 happy 嘅話。happy 啊！我冇 happy 咯，因為我是大啲大社會裏面嘅，Korea 人是 family concept 嘅佢講，下面咪嘅會三四人知啊講。就煩惱事啊，然後嗰時有一人嘅。所以有陣時，我去咧店裏邊啊，我其實去咧，講我歹勢，我嗰陣做，我冇做一個人嘅生理，一直頭講我都聽就。嚇，個人咧。對，because Korea 人嚟講呢，你識有陣時我唔做就講我，我做挪蘭嘅換咯，係OK，你直接嚟。哇！就嚟搞。對，我有拄過咯，我而家食上邊食嗰啲物件，我食好食嘅物件，我一頭家我都同佢人去換，即係我拗咯。哎呦！你冇計講，我邊有人都冇看到咩嚇你？你問少啦，你做乜你可能日收少少，佢咪少而佢咪少，你可能日收少少，你就少咁。當到少嘅，唔是講佢好貴啊。你就係都混得啊！都看冇啊！人就俾俾佢咯，你俾俾字條裏邊整啊！你看，我唔攞你朋友嚟嘛，交俾俾隻嘛，攞隻。跟住俾咪是位朋友啦，個仔點都出去。我俾陪嗬，讓我用過電木鏡，除了煮飯啦，煮白物件，我是做極安尼款物件。做點？誒，成嘅我唔交啦。做極啷教我啦，我 try 用啲點極。我做係你 chiffon standard 咯，係你笨蛋勁咯。啷教我一個比簡單嘅啦，我拜啦去 try 下做極。我講好，我買個做吉魯西啊，個相應嘅個粉嘅啊，個長嘅啊，相應牌嚇。嚇，個電木鏡好料嘅嚇。伊個 manual 嚟嗬，要教你做極嘅啊，我冇去 try 過啦。要教你做極，我咁樣幾愛看。真係你看你阿玲嘅時候，應該嗬，你看伊個玲啦，伊玲拖落去咧，你看到樣嘅時候，應該伊 actually 也做名日子啊，你做，你看到伊剪胡哦，對。啦，我就是講教，就講伊是 hot plate 嚟。特別我講咯，問啲事啊，一時一個 button 嘢就，你冚過啦，但係一個 button 嘢你做。你特別係得了啦，你冚過啦。真對啊。我 try 下。一般性伊迄個是 hot plate 嚟嗬，而家。對，我 feel 到伊係你物件是 hot 嚇 non-stick 嘅物件嚟。熟咯，我這禮拜嚟成日 try 下，因為而家就好用，我直接我個人佢自己嚟做嘢。But after that 啦，我發現到我就來我嚟估呢隻股啦，我冇嚟我是農年整我個 start 會曉食，像嘅你 7-11 俾你只嗌背嗰陣，because 我一路嚟咁麻煩嗰陣，買隻我當時講最麻煩咧，開啲但冇水，係腦正冰。隻嚟隻咧就係咯，我 try 佢咯，我而家是好正咧就，我實邊做即係你就打入冷宮而家。我冇咁嘅話，你做背嘢嗬，你特別煎米嘛，你煎米嗰時點想，嗰時好麻煩。我俾你哋冇記嗰個叫冇氣樣嗰種嘢，但係啲嘢煎好啊，好 try 下。我記你咩都嚟看嗬，原來要教你做呢隻物件嘅時人，就聽見。係咪？你翕相應該玩過。你做 slow cooker，你揾嚟有你。佢係做 cheesecake，佢做 melon pan 哦，笑哦。對。因為你講係你小英裏邊做啲隻物件是，因為我冇去 develop 啲 rice cooker 咧。個 melon pan 咪做嘅時人。melon pan 係乜嘢？你看我係你學我把 recently 我俾學我 nephew 嘅可以嚟讀冊嗬。一般是上佢夜使煮飯，因為一陣嘅，夜使一陣煮飯，下底做湯，頭頂就吹，先至吹白啦。咁我 mix 啦呢？唔是，我特別以前叫 lunch box，一時細粒咧就係煮嘢嗰種。下依嘅是 steamer，個 Christina 上都係煮。我係煮落講嘅朋友就 not bad 咧。咱即個意思學要一個 bag 嘅話，學你意思嘅叫當你叫做 lunch box。lunch box 咯，係 electric lunch box。呢是係 USB port 咯，嚇你插入去。有時。這真濟，因為我到 office 啊，樣真濟，想講樣 fresh grad 大家出來做工啊，樣都是家己嘅款咯。
ยังจูยังแห่ฮะแล้วยังกุยเลยยาละออฟฟิศแล้วยังจะอีเตียมปัวยังตัวคิดฉากที่อะไรเป็นทรีชาเท้าไว้แล้วจากอีเตียมร้านเฉยๆยังตัวคิดยังอะไรเจ้าแล้ว三菜一汤啊喏，无聊。用把路人有影好命好命，搞我唔边方便只要讲白甲咱古早读册的时候，无安尼唔惊古早食麦记面啊，那，蛮那我古早我会记，我嗰時買一個 rice cooker 去大 hostel 嘅位，嗰時係一粒 rice cooker 哈，我攞嚟做 steamboat 啦，攞嚟煮麥記面啦，攞嚟煮飯啦，煮湯啦，煮糜啊，嗰時係咧一粒 rice cooker。嚇，是咯 national 萬寧啊，橫丁啊，萬寧嘅電木勁，Almighty rice cooker 就是，但人不可能紀念啦，但人不用貴電木勁來煮。嗱，伊根本就是愛伊滾嘅嘛。是咯。愛煮即係做 steamboat 咯。做 steamboat 落半捌做過嘅，也電木勁，也前面做落。所以比賽即個啷個係咪比即個更加好料嘅無人？都垃圾都地好料啊！面廚都又嚟做 steamboat 啦，又嚟做極啦，係咪嗰下面嘅啷又嚟煮了，別人唔捌用冇 try 過嘅。我係你 buffalo 嘅又嚟煮咖喱啊，咪本嚟喎，又嚟叉啊，又係咪？特別伊即個伊唔是干那電木勁嘅嘛，伊有些邊類使做真正嘅嘛，伊是電木勁嘅，然後伊function干那煮飯嘅呀。哦 on off 嗰陣啊，嚇 on off 呢啊！我講用起裝哦，固興嘅。我第一厲害是入嚟燜雞腳哦，就位麻香，嚇香港燜雞腳，煮湯嘅款嘅物件咯，係咯，燜嘅物件咯嚇，燜嘅物件，糜啦，咪呢咯，咖喱啊，你看我係是，生叫嘅，梗係食。我攞冷了嘛，แล้วว่าเป็ดตัวแล้วแต่บ่เค็งว่าสิบ่用嘅เดียว so 即係是 non-stick 我就裝油喎，你別使黏掉。這是我到馬來西亞來，แล้ว阿爹你看下咧阿咧 Russia Hub 咧是我按บาลูคิเบอี咧就是 non-stick 嘅，我咧是迄種 normal stainless steel 嚇 stainless steel 迄種嘅咯 then 下咧就特別我這個電木鏡伊袂掉底喎 ，except 你嘅 measurement 係唔掉啦，所以講你水係上濟是係上少嗬，伊些掉底特別伊掉底是免你去靠嘅，你浸水是會，แล้ว你用個 sponge 洗就會起來咧。然後佢隻電木鏡佢煮一半是伊 blue 嘅時候，佢就開過來哦。免，伊袂噴出來，因為伊個蓋有坑嘅。嚇，古早是一個玻璃獨種嘅啊，一順啊，什麼嘢？對，古早啦，我細漢嘅時我係舊嘅厝，我係買用嘅。佢煮個一半可以，佢開可以，伊會起出來，然後佢再冚個堆。我係紅白咧，也是講你煮糜咧，你早幾日我看病嘛，煮糜哦，有影伊會冒出來個了，伊就要開掛，個來冚到堆。特別我係喺馬來西亞野過來條面，喺啲鐵嘅過來條面，玻璃過來我唔知咩事喎，玻璃過來係噴水嘅喎，噴甲幾時嘅？有咧是伊是 transparent 嘅嘛，會看到杯嘅是唔是？唔一中有一個玻璃，嚇中有一個玻璃嚟叫。是啦，古早用嘅咯，古早。有杯嘅會使響茶啲。係到種位，係到種。係當位嘅。你睇你有杯嘅人會有要求嘅哦。冇。應該講冇要求嘅，真正有咩要？我俾佢電木鏡有隔來嘛，所以。伊隔掉來啊嘛，用伊隔掉來係你嘛。我哋你試咧，誒加粗鼻嘅嗰個攞嘢咧。我早數夾無相嘅喎，用木做嘅啦，用隻水嘅木嘅有咧，成間一本拿迄種嘅，了過年呢本隻水嘅，薄薄下呢。我暑假咧會帶一個 stand 啊，你養了肥嘅使徛掉下呢咯。養了肥嘅徛掉。伊會帶有一個 stand 呢。我係唔是 stand 嘅，特別我係伊上加伊做上加有四個開款。了我放掉嘅時，伊會一個 cut
半嘅位賣掉獨頂嘅咯，我有一個。好，哈咪意思我冇明白，我講一道。我翕相應該都看，我翕相應該都看。我喺梅金骨嗬，一陣舊煮唔驚嘛。我喺梅伊，你有蝦米辦法講喺你米無講真好誒，特別你煮啊，你幫蝦米物件煮嗬，伊個較好食無？有蝦米辦法咯？你嘛入嚟煮背啊，唔背，唔是，你入嚟煮梅啊。無你是講有嚟往米，有陣時往買條無好食嘅米嘛？買條迄包米，咁骨是皮白嘅時候。蝦米是皮白？蝦米做？枇杷。枇杷，金骨是枇杷嚟㗎。金骨是吉拉，金骨是一種嘅，一種枇杷是咩？教沙字嘅吉拉票誒。枇杷是咩啊？枇杷是枇杷咯。哦，攞骨 ，sorry 攞骨。我係儲一張。我是吉拉啦，OK，金骨 OK。金骨是吉拉。講我能加淡薄油啊，嗰時係咪喺你拌較好食？我嘅係麻油嘅咯。當做拌有輕係拌油嘅，豬油拌飯好食嘅。我非常時我知道對邊咧，我係俾一罐魚香嘅麻油對嚟。你會變罐俾魚香咩？冇，我有一邊有麻油，個咧有真係好嘅麻油嘅，特別能香嘛，俾邊頂嘅嘛。就係魚香嘅啦。俾魚香俾support 邊頂嘅一罐嗰時候。我南西是係 carry 啦。係咯。講你買個係你米是咪無水啊？以前個無水嘅我買掉個菜米咧，我安怎煮啊？佢變好食。Usually 我啦，你會使入嚟煮梅，無你入嚟煮雞飯 ，because 有味素嘛，所以你就無感覺到伊個錯錯安尼咯。錯咯嚇，有啲比較對嘅嘛。嚇對，你就無想個食你就煮下咧佢當我叫咩講雞飯，然後你煮下咧到啲雞飯。雞肋骨แล้วก็下咧咩？你係臘腸嘅香過㗎。鹹貝咯，都會使入嚟煮。生叫你會使看我小英嘅惡嘛？你感覺滷嘅即係小英嘅嗬，伊是玻璃來啊，頂面喺你掛。唔玻璃鐵嘅。鐵來啊？我成日看，成日 transparent 咯。唔是啦，我以為只隻年哦，即係。隻大，加上叫上大滷。差唔多，煮兩人隻嘅。我有唔知嗬。maximum 會使煮一公半呢，成日一公還是一公半呢？我唔知啷個了電部鏡你食嘢咗。我出來我人食物件。我愛炒米粉呢下咧，該出味呢，我愛。出味哦，出味。Scoop 我哋煮嘢哦。出味哦。誒，個老闆跟我講。係啊，我都講這個 scoop 嗬，我真係出味嘅。我一個支 food pack 而家掉 free 嘅咧，我冇俾嘅，我有一包我鉗就係咪 food pack 是呢個硬啲嘅。有個 free 嘅出味哦。係咯，出味哦。plastic 還是 ceramic？plastic 嚟 plastic 嘅。出味。用是哪咩有拌嘅咩？有啊有，係玻璃。玻璃特別唔通食嘅，食了就了了。係你唔是叫你吸湯嘅。吸湯嘅嘛？冇啊，拌嘢冇。拌嘢。我媽，古早我媽有一個是拌嘢。吸拌是哪咩咯？你咪真黏我看過寫哦。對咯，只驚啊！就是。那是煮掉，係你拌跟納嘅嗬，跟女嘅嗬。嚇，一兩大是定定嘅。我細漢我應該是細部勁，應該是個武打裏邊我自己杜蘭嘅嘅啊。定咪拌 non-stick 嘅嘛，叫我細漢嚟㗎啦。係尖水嘅。嗰兩本是，嚯，那黏到輕，可能尖水啦，咪細個半死啊。咁樣煎米一個係我冇煎白咁講。嚇。像我把你這個有興嘅就愛煎嘅咯，你煎了咧，你用係你還是用你 sponge 去磨要啊，伊個鍋就黏掉你 sponge 位，你唔係你就是用嗱，你吸拌嘢去扣伊起來。咱 stick 一個型啊，講金只型嘅話嗬，你只長水嘅款，然後用嘅 sponge 嘅款。係嘅，你就真係看只寫只那個 OK 咯，真正型嘅。
特别一帮先的你電箔鏡吼，係你伊是 even 是 stainless steel 吼，伊無很黏，無像古早很黏的喎。應該有 technology 較好了啊，固定無像咯。固定無像嘅咯。伊是你咪煮好了吼，你隨時然後你陪你愛煮好了吼，你可以翕個只了你把你然後你陪吼，伊都無黏了。你是做隨時然後你陪伊把你食吼，伊都會真正黏嘅，伊係你 stainless steel 嘅。個像我要講，上個差別好用 steam 嘅嗬，是袂黏嘅。我是用 steam 黏，steam 黏。如果是用steam 拌嘅話，我講 steam 嘅咧，伊是袂黏啲你碗嘅嘢。對。I think 本是看你嘅比嘅，有陣時本是看你用係唔比嘅。是啊，邊有關係啊？我感覺啦，因為成個我煮 basmati 嗬 ，basmati 無蝦米會黏嘅。嗰啲伊無安尼黏嘅比來嘛，伊是屬於種。Jasmine rice 嘅會黏我 feel 到。那新比甲古比不有分別嗎？無，你也是你買對比啊，買呢黏嗬，你洗下咧，你得到洗對比嘛是話咧白白 starch 咯，你洗甲伊清氣了嗬。總之你最關鍵是 transparent 啊嗬，你比是無呢黏嘅，你比嘅黏是因為係你白白嘅粉嘅數，係你澱粉嚟嘛，我唔知福建話怎講。咱食袂甲散就無是無澱粉。我覺得我會有澱粉嘅老好心啦。講金唔數嘅，咪騙家己啦。唔係講金唔數先嘅電箔鏡，講伊會 cut 伊嘅糖分或 whatever。但係我唔知。貴了伊係咪啊？伊貴啊 DNA 是唔是？佢要係咪關係？唔知啊，唔知做做喎嚇。做啊，伊 separate 嘢係咧。即是講伊做 break down 嘅糖分掉嘛。有啊。Thermomix 咯 ，Thermomix 咪安尼咯。Thermomix 煮嘅 technology 啊。我是感覺，我是講緊係電箔鏡我是感覺是因為伊嘅 temperature 嚇，電箔鏡本有伊有一種 special 電箔鏡，伊講伊會煮了半伊嘅糖分會加價。加價嘛，唔是咩？我看到。我知叫食會散嘅肥胃就好了哦。最高境界啊！真係是。電箔鏡。我要最高境界啊！三番連電箔鏡都係學到散啊！這樣。食啦，而家電箔鏡你去買一個，愈食愈散，愈食愈水。PDR 看我小英，即就是下到喺你 steamer 裏邊啦嚇，用安尼款嘅，阿你咯。stainless steel pot 安尼，就是用安尼煮喎盤，係落去裏邊咧煮個白黏嘅咯，所以唔捌黏過啊。看落，看就係。以前係 stainless steel 嘅 pot 嚟嘛，嗬。就是你冇 ，I think 我買你差唔多用係你是一 set 白白嚟，不如30塊呢，你就用。萬幾？我到 Shopee 會買，不如30塊呢，就一個盒即。stainless steel 啲是算幾大嘅，你會煮飯嘅咯，你一個攞嚟食，好你 steam 物件，煮個少物件。好了好了。特別快大，你手劍，哦無就細呢，你手劍。會煮兩公飯。有影是吧？兩公嘅飯煮嘢滿滿咯。我係試過會煮10個人食嘅飯嘅。比較早用啦，不論不是 steam 咯，成個伊麗娜咯，佢就是 steam 啦。一人食我用我嘅。煮飯本件有時較快淡薄。就是咯，阿專門是講伊用 pressure cooker 來煮，我冇面啊，冇面唔，我 pressure cooker 是咁咩啦？特別安尼大咧，你我嚟我嚟嚇你大了，我俾煮我講俾背。你伊是 BB 是 M 的下卡呢？BB 是 M 的下卡。那個掉地太少啊，會掉地。伊袂掉地。掉地嚇。伊袂掉地，因為伊有 stand， 我有兩個嘛，一個是 stainless steel，甲一個是 non-stick 嘅嘛。那你 non-stick 是你使嘢來煮飯啊？我點知想嚇2 litre，你想是2 litre 是3 litre 安尼大粒，然後我俾煮。你是 Philip 嘅是無？嚇，係 Philip 嘅是，我嘛想伊出，係咯，我
我就是用啲嚟煮飯咯，因為 Philip 嘅有白露有送 stainless steel 嘅 non-stick 嘅嘛。對。แล้วว่า non-stick 嘅嘢嚟煮飯咯 ，stainless steel 嘢嚟煮燜物件咯，煮湯啊，煮咖喱啊，煮咩你唔三絲物件，燜物件嘅咧用佢哋咯。我是吼 pressure cooker 對我嚟講是吼就要特特用物件，只暑假嘅一個 electrical item 對我 kitchen 啊，袂使無嘅物件。了是咱有了 Thermomix 吼，是毋是？甲了用夾阮分別了看樣真好料，特別無啦無想過啦，係咪有會使起來講者 Thermomix？我有嘅 Thermomix 係你巴沙馬拉咩？特別我嗱啥冇好用，因為可以因為你巴沙馬拉咩？唔是，因為可以係啦，就巴沙馬拉啦。你袂使講飄小姐話，肯定着嘟啊！阿John 愛嘟我啦，伊條俾做神術，我講飄出來啊，佢味啊你。不過因為伊就是一個喺你位呢嘛，咧伊做嚟做去，伊個 portion 無咪濟，無夠大，我人食會食嘛。都有時做較濟。你四個人幾講4講啊？無啦，我是講上個因為如果愛有時上個我做 risotto 吼，我垃圾吼。無咪夠，可能煮個滿滿，可能無上個講煮個很滿咧，吼，無如4人食呢。係是講你用 pressure cooker 煮個滿滿備，就會使開party啊嘛。你咪煮姐姐好，你暑假煮姐姐好。係咯，嗬，成個熟啊嘛，煮姐姐。你做姐人嚇。冇4人呢。4人啊，你話煮4人混搞啊啦，你咪煮嚟姐做咩？愛上party，伊大大隻上愛上個 party 嗬。係佢先咩開 party 嗬？係大大隻開，因為咩大隻開 party 嘅。OK， 我知啊，伊上個話嘛，迄種伊屬介種買大碗啊，伊也是煮鹹菜尾，就別煮大碗上個好。咁公食呢款呢？對，上個話呢煮了半河人食嘅。啊，แล้วตัว 半地蕉就熟啊嘛。對，你有家己春淡薄呢。做咧就分朋友講我見你做後邊落太街坊嘅。我是驚做嘅。咁乖，你嚟大位幾邊？我就搞到人講了嘅嘛，你人 invest 已經厝掉我嘅厝邊。係咯，那是上話。我你 exchange 啦。你厝邊啊？咁你 make sure 咁你有味咗就。我陣俾你隔壁厝，我俾別啲，是你厝隔壁冇俾。冇你俾我隔壁大蚊嘅。冇隔壁大蚊啊！你厝我俾個地哦，俾一地一就 keep flat 啦，我搞破。為了一倍哦，唔是，我愛隔壁，我 directly 隔壁，迄種嘅就是時間到叮當。有咯，嗱講好似同你壁解卡開嘅。開一個糖啊，你懂？好了，叮當 ，Hello， 我來吃飯了。喲，解咗咯。再叫半段嘅你款就有。แล้ว有人願意做，我咪願意吃咯，是你款嘢嘛。特別我袂使鹹啦，伊煮蝦米我就會食蝦米啦啊。所以 that's why 啊，我厝兩個人食特別啊，我袂曉煮少啊，特愛煮姐。關係了。我頂擺上個老人嚟看，白路啊會曉鹹啊，因為多甲點解我驚，我點解家己垃圾嗬啊？我無點下解，我笑嘅。我未啊，咪我直直食，點解我驚？無啦，你看下面啦，是講菜啊，面就是袂使留幾名啊嘛，還是講肉下面就是會使留。你無可能干那煮肥濟爾，我無相信。肥唔是煮食濟，菜我是食菜較濟。我買大隻半朋友啦，半朋友個了走去啊，定個了，個菜也背來有一個人。我有時入去家己表示換嘛。咱那是換到對，唔是你愛嘅物件咯，嗬。係咯，即係同佢講。我對面是食嘢嘅哦，我對面食。我冇經食，有得我冇上面，有時家己煮個什麼嗬，看了會買食，買去換白物件對啊，喺度看了就較好食。我俾講我厝冇但冇傾嘅。你梗係咧嗱，應該我都冇學冷氣啊，不如你家見嘢學。我冇煮飯。冇食飯。因為伊冇食飯嘅，所以伊敢食菜嘅。對，我冇食飯數嘛。
哇！我食半夜都未記啊！伊食咖喱麵是食咖喱，伊用氣功嘅，伊做背時，你看你是夾多大一嚟是喎？阿玲，我講之後，我講用氣功嘅，你講蝦嘅嘢啊嘛，成日做嘅。actually 面就冇傾嘅，做背會使入泡嚟煮會使吹啊嘛。會使，我跟你講阿摩人，你氣去台，日嚟佢寫嚟煮無你家就半正好啦。阿摩人不要用電鍋傾啊，我硬是不要用電鍋傾煮飯嘅，伊要用 pot 到了 stove 咪頂電，誒玩煮飯，伊不要用電鍋傾，伊是。了個用阿摩只牛煮飯嘅喎，隔壁人個牛，有間 stove top。特別人看到電鍋傾，伊十斗煮啊，伊個咧是水小姐還是水小酒？我講你無看到你，佢哋電鍋傾啦，你online 學你嘅咩？伊講伊感覺無 make sense 就，因為你係啲是一缸嘅水，一缸嘅米，兩缸嘅水，按反對啊上一個缸嘅嘛。我講無啊，你係半缸嘅米，你看你嚟搏咯，嗱你要 online 你咩？半缸一缸半，你咪下水下到你半缸咪傻咯。你講係你半缸是你嘅水嘅半缸啊？我未答到你啊，你家己去咩數啊？你無介意用手指啊？你看咧？啊！你個家死用手指，我是外賣就外賣用手指，我冇用手指啊喎。我用手做嘅喎，人冇用嘅。我用手嘅，我一頭白椒看搞掂啦，特自煮嘅。我用手嘅節雜ਹਨ，係你手仔ਹਨ，節雜就掉啦。我是 steam 嘅話咧，我用白椒看搞掂啦，冇用手仔。誒，用手無準咧，就我散嘢為手㗎。根本你白嘢嘛是冇準。我關注佢手教係嘢啦，你是看呢？一生嘢一手教懂，是看你手就背。嗰時力量 measurement 教人有啲水嘢啦。我咁樣冇啊，用手看，用把手看咧，特自煮嘅，最高境界啊！直頭。但係你贏，好了。其實我做嘅時候翕人看，我有陣時你看咧，after 煮好咧，開咗人看，水嘅。是煮濟我就較驚，你煮少吼，個會煮濟吼，啊有影是愛看條煮了，因為煮濟有陣時較濟水無夠嘅，像煮5缸嘅時啦，6缸嘅時啊嚇，我就壓力啊意思，因為較濟無水，你個煮第一道嘅放水落去。咁你特別攞你手仔出來用咧？嚇，手仔咩？唔是規個手板咩？喺你手板放落去哦。你喺你水哦，冚過你手板就會啊嘛，唔是咩？有兩項做法啦，我 try，你手板啊，無對你手仔一紮頭就掉。我是用家裡嘅喎，看頭家裡一紮掉無？頭一紮啊？嚇，你家裡頭一紮係你來咯。我頭先講咧嚇，手板甲頭一紮是相啊，所以攞嚟咩？什麼是相？啊，是相嘅啦。我頭先教我硬嘅時候，講嗱，你問下你水頭整啊，你講你這邏輯是安怎來？我講我未解釋下你，你去問老人。特別把你嘅米咧，就無相了嘅，有啲新米有啲舊米，新米咧就無你食水，舊米咧就較食水嚇，所以你愛使你把你買對來，你愛新嘅米咯，意思講你有啲米啊，較芳米就無你食水嘅，較好嘅米無你食水嘅。是咯。是迄種較粗嘅米，有人粗米迄種，唔是 brown rice， 唔是 brown rice， 有米有真濟 range 嘛，有啲米像人買10份，買米一包，飯魚啊飯魚嘅10幾迄個較食水咯，是你買較芳米嘅就無你食水咯，你有啲米你買真正久了，你無夾來煮，成間愛 expire 了吼，迄個本較食水嘅。迄個你會煮食水，你先買點來開嘅時候，來煮嘅時伊無你食水本嘅。你煮久，你食久無煮，你放掉3個月、4個月未食了啊！哎，迄個是伊較食水嘅，伊比你先煮嘅時伊較濟水淡薄愛。啊，這是我毋講啦。我米毋捌燒甲安尼久誒。毋捌。聽人講吼，燒偌久？我米啊！我嗰度講一邊無通買大包嘅米嘅，一邊通買啥哩算1 kilo，我去看者嚇。我買個只買5 kilo， 5 kilo 嗬，5 kilo，我買5 kilo 嘅，所以5 kilo 嘅我食啊個2月節安尼款較價，2月節較價。對，我嘅是1 kilo 嘅8個斤爾。啊。
你愛買迄種大包的有啦，你去迄個 Chinese market 大包咧，我搭卡車我再捲迄個10 kg的轉來。我靠差冰啊！你個比較大嘅路啊，靠！會使 order delivery 有買濟一包款。會使，特別我兩人食爾嘛，所以開 party。開party。特別三件都講個10倍嘅嘛，特別都買1 kg 夠食咩？食了嘛個買咯。1 kg去 supermarket 買只用爾嘛，我特禮拜就去買 grocery 嘅嘛。食了嘛買咯。買個食阿久啊，你講。即個啊，我是講特只食或者1 kg啦，應該2禮拜啊夠了啊。是咯，應該是咯，差不多。是咯。2禮拜嘅，阿咪未超過1個月咧。因為我係5 kg，唔是2個月加淡薄呢，你講。特別無有陣時，我是半湯啦，我翁唔是嘛，你陣時我個要食半啊，咪食半會使哦，咪食米粉咯，食麵哦，伊講你除了半個麵無別個選擇咧，落地是伊嘅選擇啦，唔是我，會使你我家己煮炒米粉咯，了你家己食你會sandwich咯。比如我要講嘅是係白露電薄鉭啦，無真少人敢若買單獨嘅電薄鉭啊啦，甲就是買迄種人叫 multi cooker 啊，所以我能嘅就 even 你買嘅 pressure cooker 啦，係你將白露出嚟個了 digital 嘅電薄鉭哦，已經會使做真濟項物件咧。我係 digital 應該用，我本用了10幾年啊。所以我有空，淡薄艱苦相信吼，咱佫用掉 analog 嘅迄種，迄種定一個 button 嘅，我艱苦相信。我看到咱個了，哈，我想講逐人要用，因為10幾年啊嘛，我買了誒，哈，所以我講啊，做乜咱佫用掉迄種定一個 button 呢？我想講無通買本了誒。因為 digital 無細粒誒。啊，應該是較大粒嘅，因為我買唔是大粒嘅。digital 無細粒 ，digital 個了大粒嘅。我真係學過。嚟就是迄種2 liter 或1.8 liter 嘅，安尼大粒嘅。所以，如果是講只細嘅家庭，แล้ว我愛買一個 multi cooker，我個要買一個 rice cooker 嘅話，then 我 rice cooker 我就要買安款細粒嘅咯。叫你安尼細粒嘅，你佇荷蘭買啊？我上家己這邊捌看過咧。我是馬來西亞跟過來嘅。你馬來西亞跟過來？特別我是捌看過安尼細哦。這是 Kind 嘅 brand 嚟 ，KHIND，咱馬來西亞產馬來西亞 brand 嚟。嚇！特別我唔捌看過安尼細粒嘅有影是。伊港超地方正格呢，伊港超地方潮正格呢，真緊啊！伊把你出新呢只 colourful 嘅，唔知有冰啦，有蝦米？伊應該是袂歹嘅，嚇袂歹咯看，10幾年咗就我用。對。แล้วไว้อังโบสุกะก็อิมสินอนสติ๊กมาแล้วตัวคีเบโร่所以ลูกควายเลยอาเลยสิกายเสียงไซส์ก็เซทำตัวในความในไซส์เนี่ยแล้วมันสิแอนเนอร์ลอยแล้วมีตั้งสิอีกกว่าสิโปเลล่ะเสียงอุทันเบ้มันแต่ปีเล็กๆจีว่าของแล้วก็30 幾塊เบ้ในความในแอนเนอร์ลอยแต่บอกเก่ง正嘅30 幾塊啊！呢個內力薄勁嘅，所以變做包內力，伊個叫我去送掉即個舊嘅咯，因為舊嘅是唔是 non-stick 嘅嘛？我是電 digital 本好啦，會使我看會使煮炸正，我是入來煮糜，加入來煮飯爾。結果了下，我完全唔敢 try 啊，我梗係小佢啊，煮出來唔知咪白燈吼。我 try 過一道呢，用一個啦。安怎成功哦？伊 texture 就無相是毋是？伊如果是講煮成個人落個古早阿媽煮嘅迄種，人叫咩chiffon cake啊？嚇，chiffon。我記得名叫咩啊？我別記叫咩？就係板蛋 cake 安尼款哦。板蛋 cake 咯，伊是會成功嘅，特別無了就是佢嘅程度呢。你咪 expect 伊會做甲啥啊？哇！你 Japanese 嘅迄種真正 spongy 真正蝦米啊？可能無誒，伊家己會做一種 standard 安尼款嘅板蛋 cake 呢。是你有 oven 了有即個電木機來用 oven 來做 cake，還是用電木機？
電木鏡都免 heat up oven 嘛，因為我 oven heat up 係8點鐘哦。嚇，就直接跟你估。冇啦，當然8點鐘嘅啦。我小 oven 我唔知是較大嗬，但當我係逼切就是你看我買緊一部上嚟個 air fryer 個大 oven 個細 oven 比較唔參事哦，因為伊 heat up 太久咯，佢逼切了呀。咁啊，換掉喺你 oven 了啦。冇嘢oven 好是煮好一百人食。冇，我知啊。伊唔是伊 oven 是種人 bakery 啊 ，bakery 煮一百粒嘅嘅啊，一百粒攞啲嘅。呢種 factory 嘅 industry 就愛 heat up 8點鐘。嚇，伊就是喺自立間嘅。是咩？伊8點鐘有影個做啊？我特登做極嘅，叫我特登做極8點鐘咯，嗬，逼切咯。但是有 oven 差唔多冇嘅，我覺得用 oven 做嘅。是咯，因為 texture， 因為我朋友冇就快難嘅嗰種，冇想嘅快難嘅有 oven 嗬，但偏偏伊用迄個係咪？伊用迄個 pressure cooker， 唔是 pressure cooker， 伊用 slow cooker，air fryer， air fryer， 你我變車去嗰度，我講小姐你。我本是用 air fryer 做啊。你冇 oven 不要緊，講我明白。你 oven 細嗰時係咪 OK 啦？是你有一個大 proper oven 咧嗬，請你用 oven 嚟使哦。你咪用，即係你一出嚟嗰個我講，你看失敗啊！我來學 Christina 講失敗啦。你係燒嘅把落去哦，他媽係試你嘅事。我已經是。梗係冇上南西嘅，冇我就逼切哦，但我一教我有 recipe， 一有 recipe 講要做係咪咪嘅，你 OK 開 recipe， 你用 air fryer 嚟做 cake，air fryer 做 cake 你唔係做咩 ？A 伊是 A， 唔是 B，but 伊按照伊嘅 texture 本是無相嘅嘛，伊就是硬啊，做無肯啊，無肯，有時外口餓咧內邊未食。因為伊 heat 太 concentrate 啦，我 try 過。係咯，我落地我冇 try 過。但係後面唔驚做成功嗰陣，係你 burn cheesecake。因為開大嘛，響直頭響海直頭喺餓魚裝都 OK。邊家冇 burn 啊？佢廿一大堆 recipe 咩樣做咧？我咧一出嚟，你講失敗咯。係咪咩垃圾？是唔是我係錯咧？係 recipe 錯 ，and 阿比較講用 air fryer 嚟做嘅時候，我就係背幾把嘢。一切我講 ，so please 做極有 oven 就用到對 oven，unless 都冇炭經都近啊，有電木勁都近啊，有 air fryer， 你假使你有隻細 toaster 嘅 oven，OK 冇辦法，所以你 try 啦，你用起嚟，是你有一個隻大嘅 oven 咧，後面都用到對做極嘅嘢啊，逼切啊，嗰時聽我就一部電木勁。伊是愛生電嘅哦。唔知，有人就是安尼怪難咧，樣種嘢就是愛天馬行空誒，樣種嘢就是愛創新嘅，我知哦。你創新不要緊，伊個唔是講做咋簡單，創新都未成功。做下本唔知成未成功，伊本唔捌做過即個嘅，你一去改搞到改 recipe。但所以你看有一個 YouTuber 是台灣嘅，肯嘟馬啦嚇，伊就出名嘅馬啦，介紹我再講係咩啦，嘟馬啊伊知啦，伊有 style 哦，伊做 live 哦，伊直頭錯咯仔哦。伊做迄種吼，講都用我嘅 recipe， 你亂去改，亂去 modify 我 recipe， 你 end up 再嚟講亂 fail 嚇。減糖，最出名就是減糖。減糖你唔是別減，你問減甲90%出10%啦，咁無你減甲70%、40%個會了解嘅，but 伊也唔是減糖了咯，伊連迄個無蝦米油，伊去放8種油迄種。成日講愛 white 嘅 sugar 嗬，白糖嗬，伊去放嗰個 brown sugar， 安尼款。講真 ，brown sugar、white sugar 是有影無相嘅嚇。伊為啥都無相嘅？伊 density 都無相嘅。無相嘅，伊嘅酸，伊嘅一個是帶 acidic 嘅，對，帶 acidic 淡薄嘅嚇。了 soft 嘅 brown sugar 嗬，伊 actually 是用水煮咩嗬變 soft 嘅，所以你放啲落極嗬。有可能你拍袂到，伊變迄種係咪 ribbon 是唔是啊？有水咁你拍袂到，伊上加迄種上加果，你看都拍袂到嘅，你永遠拍伊是水。ribbon 未出來嘅 ，ribbon 伊 ribbon 未出來嘅，是你用 soft 嘅 brown sugar，你比用粗嘅 brown sugar。
所以有時有關係，咁樣是過嚟去，愛 healthy 啦，係咪啦？顯啊！But I think my mother 講過本嘢上一時講到愛做一個，對，我 mother 講到做極嘅，然後 of course 伊唔是做係你成日碎係咪？伊是做嚟食極嘅啦，食 butter cake 啦，你講到愛，我下攞 recipe 嗬，I mean 食隻物件就是我下攞係個 recipe 啊嗬，你有陣時唔是講有 recipe 就會成功嘅，你特別。你家己唔是講係 modify， 有淡薄 skill 嘅，你有淡薄 skill 去練嘅咁。係啊，因為我哋講伊學伊教人嘅咧 session 教人嘅學，佢形少做無成功，要靠學啊！我無教你偷工減料。是咯。誒，講 rice cooker 根本是。你無嘅我知。係啊？你是無。我 profile 係咩物件？我 profile picture 係咩？是攞人嘅面。誒，喺邊啊？我冇 rice cooker 嘅，我而家是冇用 rice cooker 嘅，我煮飯是用 pot 咧。你冇拉晒隻凳咩？我而家杜爛啊，這種。係咪嚟？我係杜爛啊，凳啊。係咯，我面死嘛，唔要緊啊。是啊，我面死嘛，我面死嘛，唔要緊啊，冇講話數。什麼我喺度看我是用白色去粒嚟煮飯。冇 rice cooker。哇！做鹹麵，所以我們賣 rice cooker 咯，我們做 rice cooker 嚟賣咯。嚇！哦，你做我哋賣，計劃做賣，讓大家看滿咩呢？我賣嚟做，我做嚟做咩？冇，你做我哋對賣。咁細啊！你可以加一個鉸啊 ，OEM 咯，嗱食話一粒咧，我都好啊嘛，แล้ว硬食嘅，แล้ว所以安裝喺你 logo 落去。就是咯，我講除係 supplier， 愛伊做紅色嘅先，然後你 sticker 橫間黏起去，係你閃形嘅 sticker 黏起去。actually 面有頭啲會使啲物件嘅嚇。哦，把路只興嘅了，啊，頭啲嘅，特別要攞煮咗會是啲物件嚇。古早係時啦，嘅一個吹啲唔頂好咯。係咯，係啦，古早係時我媽媽係你 rice cooker 嘛，對面一個係你。一個 pan 咧有空嘅嘛，啊 steamer 呢 ，steamer 啊，就 steamer 嘛嚇咧，特別你寫你記得落菜，有真係我白魯嘛有，較濟個咧有誒，白魯較濟本有誒，嘅你 steamer， 講起食飯，即係白誒做嘅時候，嗰家喺你講唱人講，換飯食啦嗬，就是安裝超過嘅時候。上個我係寫曬機，我係寫就是有事嘅嘛，所以係咩 music 嘅？電波劇冇是愛有 music 嘅啦。music 嘅，我係你潮牌後嗰隻電視個 music， 你有時冇 music 嘅。係咩？你潮牌有嗎？你係使嗰隻電 start 嘅時候嘛，鏘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咯。係你看係你係你學強我啊！係你電波傾就是愛 digital 嘅了，別再做 analog 嘅了。是個咩 digital 嘅？啊，你愛有歌就咩 digital。本咯，冇咯，往嗰邊做，冇往嗰邊做 normal 嘅 version，一個 pro 嘅 version，你個 pro 係冇強嘅咯。normal 係一粒button嚟嘅。特別就是愛迄個 normal 嘅款就係哦，加 classic 就係哦。你係你強嘅 match， 冇強嘅 match 就係哦。MP3 player 度邊呀咯？你 trigger 伊強。啊！大啲愛起來寫人嘅電報鏡哦，會使起來講啊，是類似人我咪是我看到咗些嗬，伊 actually 我是愛買一個就是放啲 microwave， 我就是愛買直頭幾粒放啲 microwave， 嗰我咪佢會煮飯嘛。所以我買嘢，有水嘅，大嫂個備裝嘅，誒嗱大啲啊，有水，你看到？伊我就是你知我用係咪 grab deck 啦？佢就 complete。sorry 啊，揼你。哦，我都冇看攞嚟靠咩？我本有。係你是日本嘅嘛？係你 plastic 嘅嘛？哦，係你 plastic 嘅 microwave 嚟啉煮飯嘅。對。係你我用過。我本有得用唔用？好用。別牌啊 ，actually。我那時候別牌啊嘛，即係古早。
古早我記我細漢嘅時，from 多呢，會成時我個人到學校俾對嘢嘅，OK，有人會煮㗎，真好水嘅。是會煮嘅，是會煮嘅，是講我那時你比較胖很難嚟背，唔知咧。你愛背胖，你就要用灰炭了 ，OK？ 喲，苦心練呢，我煮一個背啊起灰炭，即啊哦。起灰炭。那個就直接本嘢可以本啊，本，你看苦心你就這啦，都。不到嗬，成 STB 哦，做包個 Q 小學考做背，起灰我學考做背。你係你北京啊？嚇，想日日愛做背，尋日食飯叫我就係叫做一背。特別灰炭。蚊牛館啊，亂嘅卜啊，bằng cái kiểu 灰糖係做派嘢啊，嘢啲啊。冇特特你卜會使係。啊，冇特特卜會使係可能 direct 可能。你特別嘅你阿波啦，雜糕快嘢啊嚇。有你阿波嘅。我哋雜巴冷嘅就古實未見會使，小派冇插。小派咪你使入嚟先背啊。嚇，你未見，係你佢哋鐵嘅冇插，插你臭氣但冇插係呢一邊。日日愛煮就會背出來。你鐵牌表見都就你背本小牌起真嘅。有迄個係咩啊？上個食迄個阿煲雞飯啊，反正個種有迄個飯椒嘅。阿煲啦。嚇阿煲嘅。我有一個阿煲嘅成日叫燒碗嘛嗬。我跟你講下食飯都用阿煲嘅時候。Actually, no doubt 是煮飯出來真好食，但係嗬，寫到要死啊！等你飯，迄個調迄個阿咪炒會大啊！我跟你講，我下底嗬係一鹽油性啊，你抹一鹽油啊，你甲煮飯一邊做料咧。上嘅啦，我煮嘅阿煲雞飯嘅時就黏啲喺邊位啊！After that 我用一刀呢，嗬，就燒起來啊！我唔用啊！我就我嚟胖嘅嘢，我驚個了超嚟胖嘅。嚇，迄個好料嗬！係你哋好食啊！你寫嘅時我就代考，我咪你我成日講啊，點表咯，直頭嗰時邊有咁買啊？我嗰時候一俾住你切嘅煲都嘢。嚇，有位銀行面我寫又要看，咪就係佔一禮拜，佔一禮拜嘅寫，但是佔加可以錄呢？冇唔是一寫後佔，寫一佔，但係啲人哋寫佔一禮拜後一個錄嘅了。特別嗬，臭氣大嗬，地好嘅嗬，就是係北京蘇打嘅床，知唔知嚇？咪日本。我到時 try 了啦，我覺得北京蘇打嗬，達令講啊，你好料，特別我從來冇學北京蘇打救過，叫威名。我有嘅喎，喂嗬，而家是臭氣大鬼拿刀嗬，用北京蘇打嘅你，喂記得知道，唔使我學錄學之類嘅。嚇，我就你哋錄下字，你借咩咧？嚇，是咯，我臭氣大隻隻刀咧。係咯，臭氣大隻隻刀咧，但係你咧，那一件事情呢？我知道做10點鐘哦，冇地處哦，貴貴做。啊，我我下面是職涯歌數，陣間夜晚10點鐘嘅使 share 啫哦。我早啲係去做工，我開啊你，我想講愛開係官啦嗬，愛緊慢慢開到好係官啦，愛叫你會嗬，係只叫我係你，得就係你燜手喎嘛，然後開到會我就去做工。冇插喎，未記咗啲啊10點鐘啊喎，佢每成咗佢勁嘈啊，很romantic一個人㗎了。仍然懵懵。特別我咖啡咯，我用有時好啊，介紹人燒10點鐘咧，我個袂燒歹個，一內邊是臭氣大隻高㗎啦，特別我胃半袂破個，我廚半袂爆炸。好個就係冇爆炸10點鐘。就是咯，所以介紹人咖啡咯，有時好嘅物件會使去買。特別啱啱笑啊，拍生哦，貴啊啦，巴菲咯。特別嗬，我就知道笑可能嗬，死個女仔無咧，我對佢馬來西亞時候，我買嘅佢個巴菲咯，人講我笑開哦，成買動緊啦，買到對為啲啦，要睇買要 replacement ਹਨ，我用個經濟話係另外一個位 ，actually 用10幾年我那時真正好用啊，真正伊 quality 有時好嘅。伊是唔是會較好咧？線嘅無你好咧，吧咯？唔知我10幾年啦，我係個了是用個動金啦，我是那時好啦，線嘅未買過。我嗱應該是被做 recording 啊，我講嘅 brand 㗎啦，我嗱冇讀嘅。啊，攏困佢啊，㗎啦。
無啊，講個了往電，個了就無電不勁嘅，聽夠聽個了。誒，我台灣未有時間用咪打通電過，咪是電不勁少。啊，喺你本時咋濟人講哦？係你真正好料嘅咯，係你好料啲係咪 ？old school 呢？無，伊會行來煮物件，會行來炖物件，會行來做劇嚇，會使做劇嘅。係咪本伊是兩站嘅喎？伊是外口甲來，外口成個背位啊，咱內面個一站就按來煮嘅喎。本來我愛買，特別伊貴哦，無便宜哦，真貴哦。個貴哪嚟曬？所看了，都知道了，所以無買，應該看得太貴啊。特別已經是repeat嘅物件啦，我無可能買嘅啦。伊嘛是煮飯煮，我就有oven，咧我就因為就冇上個 pressure 啊你，伊邊樣你冚一等個上下咯，一等個上下，因為I base 因為咩事啊？伊是上個電木勁嘅 pattern 啊，就真正 traditional look 啦，伊會食個上個 retro 嘅食，我看了俗嘛，就愛買嘛。我其實我冇買，因為我嘅廚房會爆炸啦。對，我本時想到我係廚實備。愛買嘢愛掂一項嘅，係咯，各樣味派，嚇，有陣時派啊歡喜哦，嚇是咯，有陣買新嘅，有陣買新嘅，對，有陣買新嘅，係啊，都有，無啊，我人I think 近時個較早房，因為我早開房近時話8點，哇，以前我已經開房啊，特別正8點45分啊，我人甲 start。講一個電部勁嘅啦，前一路咪少一項嘅，後早，前個部隊啊，應該是去漳水，我是meeting 嘅，你 meeting 是 cancel 咩？我 meeting cancel 特別4點半嗰一個，到5點半。有人講。阿 Ron 講伊買 Primada，Primada 有出啦，有出即個 rice cooker，愛到伊干那 pressure cooker 爾嘅我知，伊馬路有出啊，香港嘅嘛，香港是Korean嘅。哦，伊講4到半時，因做咩咧？因為伊毋是non-stick 嘅是，伊毋是 non-stick 嘅，伊是 stainless steel 嘅 multi-function， 所以伊本會做 pressure cooker 啦。你大喙啊，知唔知？因為 James 家己大喙，阿 Ron 是阿 Ronnie。個下面愛講嘅 no pressure 啊，因為我知 Primada 是出 pressure 性嘅，定咪我咁驚愛買本嘢買第2粒嘅 pressure cooker 嘅，你 after that 冇買，伊袂歹，幾拍個呢？話攞300幾。唔知200幾300幾呢？先嘅是迄個 Astud 呢邊㗎啊，樣有。Primada 是哦，伊甲我講 Primada 盲買無好，4到半時，伊講伊個水會 overflow 嘅，係咪 technology 啊？咪咯？特別伊是 digital cooker 嚟喎。係咯？即係伊水會浮出來，嚇，安怎會浮出來咧 ？Stupid tech。哦，因為我頭手。哦，是咯 ，Astud 白嘞，剛才 Astud 的事件嘛，講 OK， 這1分鐘，那1秒鐘，如果你打電話進來，就有30%的折扣嗰種嘛。熱賣場啊，本時熱賣啦，如果30分鐘裡面打進來，本時買到你加錢。係咯，特別食本啊，好看本。我看樣買啊，有嗰個auntie啊，uncle啊，對，老娘姐。老嘅哈，看你電視劇啊，都做靚麼？生個真好用哦，係咩啊？佢買出嚟就是配臭。啲便宜，啲嘅。貴類。冇，唔是啦，我捌看過樣買，係個薄層板仔啊，係沙煲冷餐嘅啊。嚇！哇！你買住咧，Ronnie 講伊就是咯，伊家己就是迄個 uncle 咯，就騙你。Sorry uncle，sorry 啊。哎呀，真好料嘅咋，伊買啊，199，我送你一個34寸嘅，我24寸嘅，我送出嚟，我送你迄個真絲嚇，
無聊。你使看姑姑誒，你看姑姑嗬，一點點迄個 advertisement 入出來嗬，你嚟接腦誒，就你聽個你愛去買嘢，我一打嗰時就是無面嚇，我一打嗰時無面嘅做，我看啲唔知買蝦米物件，哇，這 interesting 喎，我唔知 ，maybe 我本班的 auntie 就鬧嘅本咯，特別想想，哎呀，唔係啦，我都是笨二，特別唔知買嚟買用嘅。是我是安尼咁，我除掉一行嘅 OK 啦，我可能會買啦。是一行嘅唔是我除嘅嗬，嚇屬於嘅，唔是講因為我無愛買，白海講到我愛買是無咩可能嘅事啦，即係。你知影是就是專門翕迄個人嗬，大家個人嗬無物件做了，個大行本愛啊，我話哦，這鮑魚哦買，哦鮑魚哦買，我這剝好了哦，一定係想輕想板隻粉。頂擺冇一陣仔時間，就是你用3,000塊，嗰是2,000幾，買5,000嘅對嚟。聽過哦。有陣時是有看迄個，唔是看。唔是看，伊是啲拜拜啊，伊是做 roadshow 嘅，嚇啲 test 嘟啦，嗰時卡嘟啦，人排隊喎，人排隊去看喎，嚇，你伊甲你講啊，即個條好用，特別一加了加起來吼，2,000個，特別正伊個價錢吼是5,000嘅，話你50%加了安尼款，所以我好朋友有影去買咗就哦，買咗邊人？買咗對嘢害波命哦。我以前打波，驚命，安哥啊嗰時，你幾清啊，無招你啊，嗰陣時你安哥掉撈，因為伊去行 test 嘟，行 test 嘟咧吼，咧看咧，伊接線咧，伊去買，了再是係咪我？伊個安哥就好似諗白嘅安哥，安哥哦，安哥就是做迄出本地嘅戲咧，了莫講名啊，伊會驚曬是阿摩人嘅啊，迄出。哦，我知新正嘅戲新正嘅戲，伊會驚曬是阿摩人嘅，伊查某是國對來嘅阿摩人嘅，了這摩托去山頂找伊嘅，嚇，無伊對伊咧有拍貼，到就只啲嘅嘢，拍貼嘅，哦，我記啊，嚇，就是迄個安哥咯，我而家是安哥啊，你，嚇，我發現所以吼，伊你講我去伊厝行咩？咧伊就夾一堆嘅，對來好，我看到伊害破命，笑死我！就是講伊啦，個安迪嘅，波碎可以聽，買啦大，即係行咩，你講一堆退了，一堆換掉，你買了，即係行。你聽到啦？我有啲，我去伊厝啊，會使退啊？會使退啊？我唔知哦。最尾我走，我唔知有貼條女對嚟我，因為伊個花車夾對去換。哎呦，個年代。對，你講安哥跟他講，because wanna make auntie happy。對，本時本，伊想講伊俾條搭你夾對去，伊冇會使用嘛，啦真係好方便。誒，特別是裝可能厝物件吼，咱問家己買啦，真正嘅，查某是屬家己經嘅，因為伊用嘛，可以經好了。無啦，用嘅人家己買啦，用嘅人家己買好了，問佢講吼，哎，伊開心咧去買好，伊媽再買對厝伊邊來壞樂界吼。有個要求多買貴嘅物件呢，有買對，哎呦，唔對誒，對衰，會使興個唔要緊啊，袂使興只人家是。我老細是條平了啦，冇攤興了啦。因為佢哋打無地而個對嘢事。係咯，我老細啦，我本歹勢啊，我講啲害講嘅事。我都白衣嘅哟，兩個啦，背咗要白衣嘅啦。好似我中半年嘛，誒，我都是讀不中年係，擺真久啊，擺只20年來咯。好似一隻好似就 cute 嘅人嚟，就做邊。現在可能係 cute 呢？你安怎就請去做這出戲嘅？伊一落來咧，伊是啲一個翕戲嘅公司做工嘅。特別伊做嘅工是個頭個尾可能比較似是，伊本無少年啦有白嘢事啦，then 我慢慢白魚咯，因為我本是做翕戲嘅嘛，然後如果是有水嗰種嘅道具出去嘛，加隻 prop 嘅，所以我做 prop 嘅嘛，所以佢自己伊做 prop 咯，做 prop 先慢慢白魚了，有時會伊本有翕淡薄廣告嘅，迄時有陣時兼人啦，叫伊翕咯，翕隻安哥角色啊咩咯。所以即個特別即出我唔知哦，即出伊安怎會 cast 到伊，
我知我唔清楚啦 ，because 我 after that 我冇做啊，冇咪聯絡到伊啊嘛。應該是本是樣，因為真係人拍嘢，因為伊是水道具和美術部嘅，所以真係人拍嘢啊，就是翕戲嘅電影節啦、廣告節嘅啦，本會知伊嘅啦，伊快出名嘅。I think 覺得伊款像暗啦，暗係你 character。你規例咪咧，伊啱嘅，伊就是做對家己嘛，就你伊做對家己嘅。人本嚟。我佢就係俾佢 meeting 啊，你團。真 meeting 係咯，你10點 meeting 哦。10點3時。即係你話8點幾開始落啊嘛，8點25分開始落，所以咪上頓啊咯。我真係上頓。係咯。唔是係10點幾度，9點幾點正係咯，1點正計啦，應該冚了咯。係咯。對，真係冚咪上頓 ，because 啊上頓伊會發啊，伊就看個 send， 伊看個去做啊。retrieve 出來 ，retrieve 出來，伊看個 post 啦，咪個咧應該有本。你甲阿龍講看，去 testing 看伊嘅陣內哦，來 report 到對。嚇。咁 normally 即係時間應該是開掉啦，困起來，因為伊人本11點嚟啊。11點半啊嘛。11點半啊，伊人。阿玲個小弟啊。嗰啲應該是開掉，唔知做咩。嗰時困嘅。OK 啦，我能。有，近次講下可能時間好啦，因為唔係小燈，忘記伊是愛 post。有啊，9點正半嚟。有11點了。嗱，我就講伊咯。嗱，有人起來。佢先嚟講一句喎。嚇！伊特登小弟嚟講一句話。都是啊。嚇！抬起來。我抬起來啊嘛。呢隻係咩哦 ？BK 啊。BK，呢度啲，呢度咯。呢度啲邊啲唔知啊？冇，對新加坡嘛？對新加坡咩？啊，呢隻對新加坡啊，對新加坡啊，冇食到翅膀飯啊。你唔是嗰隻到啲出嚟啊？冇啊，冇食到翅膀飯。你冇食到翅膀飯，你講四季嗰隻對嗎？你講佢叫叉燒呢？一叉燒呢 ？OK， 我冚棒啦，拜拜。拜。林北叉燒，林北呢？林北叉燒呢？嗱，你白啦，你白 ，OK， 你白你啊。得咯，我家揸棒啦，家揸我冚，做咩你等啦 ？OK 啦，拜拜啦，咁樣。感謝大家，拜拜。Bye, good night。拜拜 ，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嗱，我咧講到電飯話呢。我是較無想，因為最近我把路家燒起來，我電飯話買2粒嘅 pressure cooker instant pot，我唔是買2粒，我本地有1粒啦，佢加買1粒，所以當今我係1粒加嚟煮飯，另外1粒是加嚟滾湯，你看呢度加夠用，因為我是加 instant pot 煮出來嘅飯，我直接感覺到自家伊成個較 Q 呢，伊冇呢米啊。我呢暖暖呢，然後咧ลอง感覺看安怎這個禮拜錄音到啲 Clubhouse，就是講你有興趣要參加我 Clubhouse 是特禮拜，特節目是有開放嘅，但是講你有要參加 Clubhouse，攏得去penanghokkien.com 網頁位，有一個 link 到面是 Clubhouse，你到邊訂，你就去訂到佢哋 join Clubhouse 嘅 link 啊。然後阿無你愛嚟講較方便嚟講，你使直頭去penanghokkien.com/clubhouse 對參到我隨到我特節變咗學見特別有幫勁嘅。感謝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先聽講嘅這邊先啦嚇，希望啦下禮拜個對呢條事聽我哋平常時嘅錄音，下禮拜有 YouTube 啦。拜拜大家，下禮拜再見。